根据交通部道安会统计，6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车祸事件，对2021年5万多件到23年已经增加到7万多件了。为着要避免时大违规无照驾驶，中华监理站启动专案辅导机制，立管管内青外危惧风险的时大，辅导因考驾照建立正确的驾驶观念。考驾照的时段，伫考场内一关过一关，才会当摕到驾照。根据道安会的统计，6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车祸事件，为2021年5万多件，到2023年已经增加到7万多件。为了降低违规行为，中华监理站启动时段考驾照的辅导专案。因为我以前无驾照违规去罚钱啊，监理站有通知我来咧考驾照参加训练啊。去针对旧年就是有无照驾驶的年长者阮去了解，超过将近1000个所以这个部分，我就发现讲，真侪老伙仔伊是实际上是有开车的需求，但是所无来考驾照。所以，阮希望讲会使来改善这个问题。今年2月，中华新港发生时段无驾照赛车，弄到过车路的3只蹄仔，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，和高龄驾驶的议题受到侪侪讨论。中华监理站结合县内驾训班，设计时段考驾照的课程，安排专业老师来上课。因对这个笔试方面，确实有需要非常来加加强啦，而且即马拢是依法一寡这时段来到这，一定要先甲因教因这个电脑这个操作所以年纪大反应嘛是会较慢一chút啦，阮就是会尽量甲伊辅导。中华县是全台湾头一个启动时段辅导考驾照专案的县市，目前立管将近1000位，捌无汽机车驾照违规的时段。未来公路局也按算把这个专案推展到其他县市，协助辅导有需求的时段考驾照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